来台湾看世界，来看香港有一间珍宝海产水上餐厅，陪伴香港人将近50年，曾经是香港出名的地标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已经收大关门，也未找到新的经营者。顶礼拜告别着香港，拖靠东南亚要来维修，想袂到伫个南海拄到大风影，这个船体怎来沉落海？讲要好是真困难。这声，这间捌拍过电影的餐厅，爱永远讲再见咯。實在太銷魂，實在太好啦！電影是神內底經典主角比賽，伊大師和畫面，互人攏看袂sen李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無間道第二集無共派系烏白兩道，搭來搭去刺激劇情，互觀眾看個真迷。這攏是佇咧珍寶海產水上餐廳翕的，不過這處境嘅畫面後擺看袂到啊。上個星期二嚟港嘅珍寶海鮮舫，星期日喺南海遇到風浪沉沒。這隻船喺1970年代創立，珍寶海產水上餐廳喺香港千灣碼頭，真濟世界頭人攏捌來到這間餐廳食飯過，包括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，嘛是香港人嘅基地。這幾年來，因為了傷濟錢，加上新冠疫情影響，總收起來。頂禮拜甲香港消息，準備駛去東南亞修理。不過喺咧18號下晡駛到西沙群島附近水域時陣，拄到大風影，船身開始起，拖船嘅公司救援無效，喺咧19號規個沉落去。母公司香港嘅食事集團威脅講，發生大隻所在喺咧水深超過1000公尺，所以要好起來無簡單。多多少少都係代表香港一個輝煌嘅時代咯，即係趁佢而家仲喺度見下面畫下畫咁樣咯。我又唔識經濟啊，總之我喺呢方面見到佢離棄咧，唯有我哋香港失色啲咯。因為知道隻船咧就離開香港，所以唔捨得。香港民眾特別坐船啊來到海面上解祭會，希望這個畫面會變作是上尾一面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，記得收看52動起來，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，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